只需要用珠海市區一套4房嘅價錢，你就可以入手呢一套5層嘅大別墅啦，送地下室、送大花園，而且送2個車位俾你。產權面積係411，但係佢嘅得房率咧去到600幾個平方，上下5層嘅。入嚟同你介紹下咧。咁而且咧，我哋發展商咧已經幫你全部裝修好啦，睇下呢個裝修程度覺得如何？大飯廳過翻嚟咧，5層嘅別墅，地面3層，地下2層嘅，感受下呢一個接近6米客廳嘅超大開間啦。所有嘅天花、吊頂、吊燈全部都幫你做好晒啦，而且全屋嘅背景板藝術漆。出翻嚟呢個露台，感受下我哋自己樓下呢一個大花園。大概有60個平方，都係送俾你嘅。而家咧就落去參觀下我哋嘅2樓以及係地下室啦。負一層佈置咗大廚房，樓下咧就係我哋嘅贈送2個車位嘅地方啦。而且樓下咧仲可以做我哋嘅超大嘅影音室，接近80個平方，都係贈送出嚟嘅面積。呢個地方咧你可以擺一張10到12人嘅超大圓台，招呼接待完全冇問題嘅。圓形嘅天花吊頂、中央空調，所有嘅背景牆都幫你做好晒啦。出翻嚟呢，就係最舒服、最休閒嘅大花園啦。喺呢個地方做個假山流水，同埋我哋嘅小庭院，人生呢亦都係相當舒適嘅。20幾分鐘時間可以去到拱北關口，珠海市嘅全新5層大別墅。嗱，得翻2套啫，執漏嘅機會就嚟啦。如果係你會揀市區嘅4房住宅，定係會揀呢個5層嘅大別墅呢？評論區話我知啊，拜拜。